頌缽真係可以處理經痛？冇錯，就係即時有效舒緩。我哋已經好多學員自己親身試過，或者幫屋企人朋友試過咧，有經痛會馬上舒緩呢種經痛啦。或者佢哋咧有啲人係冇經痛，都會發覺喺嚟 period 嘅時候咧，狀態特別嘅好啲，或者係個人精神有力啲嘅。女士一生咧或多或少都會經歷過呢種經痛嘅情況。咁其實經痛咧原因就好多種，不過無論邊種原因咧，我哋都知道出現咗咩問題啊？喺子宮，因為生理期嘅時候嗰種嘅急速收縮，各種原因導致身體認為要再快啲，喺個快嘅過程入面，抽筋痙攣就導致我哋嘅所謂嘅經痛。咁呢種情況咧，我哋點樣去處理咧？一般嚟講，止痛藥其實大家唔想食，不過真係太痛，或者坊間傳嘅一啲可能暖水袋啊，或者飲熱朱古力呢啲嘅方法咧，可以稍為舒緩到，但係唔係個個得。科學頌缽點樣做？而家話你知，好簡單嘅啫。我哋會用到缽啦、水啦同埋磨棒。首先將啲熱水倒落個缽度啦。咁適量嘅係有足夠嘅溫度，然後我哋會放喺個子宮嘅上方，然後我哋就會做磨缽。OK， 遲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會好有效咁將溫度滲透入喺子宮入面咧，係將個經痛舒緩咗嘅。至於點解我哋熱能呢個手法可以咁有效咧？其實最主要嘅原因係我哋解釋咗啦，經痛係因為過分嘅運動。當我哋嘅溫度落到呢個子宮嘅時候咧，其實身體會有一種自動嘅調理，就係過熱唔得，然後反而本身嘅運動速度咧下降咗，令到你個經痛嘅問題舒緩咗。呢個就從生理嘅角度出發啦。所以其實係一個 reset 你自己子宮運動嘅過程，用一個自然嘅節奏去完成你嘅 period 啦。我哋知道咧，好多女士咧受到呢個經痛問題影響，咁而科學頌缽咧係一套即時有效舒緩嘅方法。為咗更加好去推廣同埋幫更多嘅人啦，我哋決定咧推出一個非牟利嘅試驗計劃，叫做經痛拜拜科學頌缽個案研究計劃。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咧，可以參加呢個非牟利計劃啦。留言俾我哋知或者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，讓我哋都可以透過呢個計劃同經痛講拜拜。記得 share 俾你嗰個經痛嘅朋友啊！